镜头转到国内，台北市信义区昨暗发生一个命案，一个27岁姓高的小姐，暗时8点外在信义维修停车场，去互一个1岁的前男朋友拿刀扑，该送病院了后急救是救无回来。警方伫咧今仔日已经伫咧宜兰县五吉乡，甲这个姓刘的查甫人抓起来了。 命案现场有封锁线，台北市信义区一个地下室的停车场，30案8点外发生一件挂暗棍仔的命案。伫夜店做公关的27岁姓高的女性，伫伊上班附近的停车场，和敢若是有感情纠纷的前查甫朋友拿刀刣后暗棍仔甲巴倒，现场无喘气心跳，送病也是救袂大。我想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结果我就看到医护人员好像很紧急在。 要往某个地方跑去抢救，然后他们就冲下去地下室了。命案发生在台北市信义区，一个姓高的女性甲姓刘的前查甫朋友，以前是夜店的同事，也捌同居过。不过两个人一直有感情纠纷，查某敢若受到报掉，今年5月申请家暴保护令，顶礼拜才发来，无想到讲就发生命案。男性，然后瘦高，对。 大概30岁左右。你知道他的职业吗？他跟这个死者是前那个也是夜店的同事关系。目前同样都在职吗？没有。所以男方已经离职。对。警方已经通知被害者的家属，30日透早伫咧宜兰县的五吉乡已经抓到嫌犯4楼的男子。因为详细发生的原因甲经过，也会调查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